专题底下今日来听到来看到嘅是一个同体片嘅组合，係拉丁音樂來結合客家文化。有人認為金曲獎抗議歌手嘅同意性係苗栗嘅抗議，實際是帶頭巴拉圭20萬人嘅事件，佢正好唱歌係咪受到拉丁音樂嘅影響？係關於有名嘅Live House 有名嘅拉丁歌手，佢人創作嘅第一張專輯用嘅世界。用客話同西班牙話來唱歌，曲風包括拉丁、搖滾來調，風格當然未盡有異國嘅情調，表現出佢對故鄉嘅想念，還有許多外國帶按多年嘅生活嘅進行嘅情形，同時被認為歷屆金曲獎嘅最佳抗議專輯。作定發寫字，唱歌嘅唱到忘記錄文嘅同意性，當地用客話重新來唱有名嘅拉丁民謠，當有磁性嘅聲，表達出歌曲動作，隨意有色彩嘅氣氛。等節奏轉較輕快，同一時一下嚟帶動流音色嘅氣氛，人就唱許多嘅熱情嘅男兒組，一下嚟唱到動浪調，等又唱到動溫柔嘅演唱功夫，故所建議嘅今年嘅最佳客語歌手。利用個客家音樂，這個拉丁音樂啊，來用個客家嘅音樂地位。本嘢都個客家歌呢，感覺出來這種有安尼快樂的，而且有安尼熱情奔放的、鬧熱的安尼氣息。救世主等也愛許多巴拉圭嘅同意戲，有一類好記嘅西班牙名嘅地道，從世主受到拉丁音樂嘅影響，同好當天熱情跳落嘅音樂風格，也2年來限次等用客話來創作拉丁歌曲。去年推出嘅專輯《兩個世界》，名義嘅今年金曲獎客語專輯，曲風出題強快，通感嘅手法、巴塞諾瓦，還結合嘅東方嘅弦樂同搖滾樂，韓國用客話同西班牙話來唱，當有異國風情嘅創作，喺地道按多年來韓國記喺國家嘅人生故事。因為我從細嘅時候同爸爸媽媽許多中南民族，就希望講學懂當地的文化個語言。可是呢，我又同時又做唔到標，唔記得喺度去講母語，做客家話。客語是我們還算是有聽過，雖然不會講。結果沒想到放在拉丁音樂裡面，竟然這麼契合，而且老師他整個人的骨子，他的血液，他甚至在那裡待過，他就是從那個地方走出來的一個客家人。同好音樂創作同意性，全國嘅世界接送帶動樂吹的 Live House 表演，希望觀眾喺現場感受得到開放嘅拉丁音樂。佢含計劃接下來愛俾小朋友來創作拉丁風格嘅客家童謠，為小朋友打棒音樂來認識無共用嘅文化同客語之美。客家新聞來關於陳芳美台北報道。